料事如神，知道你们定会来行刺，布下了这样的局，让二位失望了。长孙平荣到底在哪儿？不妨告诉你们吧，下月初5是天煞王的寿辰，他在盘都。二位要逃，恐怕可没那么容易了。不过可惜了，堂堂天煞的王爷，放着荣华富贵不要，偏偏跟5州通缉的贼女子搅在一起。不过，殿下说了，天煞的王爷，就让他们天煞去抓。我们在这看好了，别伤着烈王。小心一下！快走！大家小心！追呀！追！前几日，皇城军父发来训诏，询问王庭为何四处追击烈王，还说烈王勾结奇阵之事，要是没有证据，就只能算作猜忌。军父皇帝说要还烈王一份清白。军父皇帝说的对啊，战北野的确没有勾结奇阵，是咱们栽赃嫁祸给他的，不是吗？那当真要昭告天煞全境，传烈王无罪？不是天煞全境，是5州全境。那派出去的天煞之金要叫回来吗？你疯了！天煞之金是去抓战北野的，怎么能叫回来呢？烈王勾结太渊叛臣的事，没有证据就算了吧，毕竟是我的手足兄弟，本王又怎么能真的忍心治他的罪呢？可是战北野竟然弄来了一支黑风旗来，还在瑶城打了胜仗，私藏重兵，论律当斩。这事，本王就不能不管了。这样下去，咱们跑不了多远。你先走，我掩护你。要走一起走。黑风旗，黑风旗来了！这过去的黑风旗是军中一支最精锐的力量，就算被取消了番号，四散他处，这战北野既然敢打着他们的旗号，定然是找到了这些隐匿的叛贼后人，这可是大患。大王的天煞之金虽然勇猛，但臣弟还是担心。你刚才说担心什么？担心大王的天煞之金未必对付得了黑风旗。对付不了也没关系，这不是好久没见着武帝了吗？本王十分挂念，可他又不愿意回来见我，所以只好想个法子让他回盘都一趟嘛。季玉来时，让将军受惊了。好。天煞之金为什么这个时候追来？战南城要干什么？将军，恐怕您必须得赶紧回盘都了。出什么事了？自己人，说。盘都传来消息，烈王私自屯兵，有谋逆不臣之心。盘都城内，将军的旧部、故友，全部受到牵连。位高权重的都下了大狱。那些官阶一般的，
有几位已经被直接处死了。将军，还有更重要的。说，静太妃已经被幽禁起来了。大王说，要是15日之内见不到将军，便要将静太妃送给先王殉葬。战别，战别，将军。 大姐，他们人数太多了，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詹王爷，借我几个人，我去引开追兵。谢过了，你们保重。宗先生，这里太容易暴露了，先甩开他们再说。 喝点水吧。想好逃生的路了吗？从我7岁开始，外祖父就让我熟读天煞的地形舆图。这里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我都清清楚楚。现在有2条路，一条绕过长汉山，另一条穿过山脉，直通盘都。那当然走第2条路了。 我让季宇带些人护着你们，走第1条。你呢？对不起，扶摇。我本来该保护你的，但是我母妃现在有危险，我必须尽快赶到盘都去，所以我不能和你们一起走，我要走另一条路。你要走的那条路很危险，对不对？战北野。 我们已经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怎么可能让你去独自面对危险呢？扶摇，武哥哥，我知道你不想我们为你涉险，但是我们一定不会抛下你的。对，还有我。让弟兄们返回戈崖。 保存实力吧。你没事吧？没事。你怕了？谁怕了？你不知道，这可不是一般的僧侣。你怎么知道的？小七是逆教族人，对这片密林应该不陌生吧？我们逆教族人有一个习俗，男子满12岁就要独自来这个长汉山的密林走一遭，能够安然活下来的，那才算是成人，才能不被别人笑话。12岁？你不是在学员山了吗？6岁的时候，爷爷带我来过一次。你爷爷的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你的。你可还记得来的路？当初也是爷爷一路引着走，才找到出口。可现在，大家小心，都跟紧了。
好久不见了，古灵峰将军。奉王上谕令，捉拿谋逆叛臣，战北野。分头走。撤！小姐，快过来！走。追！杨兰珠，别怕，我是不会放手的。战北野，你的死期到了！将军。 杨兰珠，杨兰珠，放心吧，现在安全了，你放心吧。战北野，战北野，战将军，猪猪，猪猪，猪猪怎么样了？猪猪，他没什么大碍，只是晕过去了。猪猪，将军，那你的寿坤灵呢？人没事就好。不行，我现在去找。不必了，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带些人去找些水来，这里就交给你了，扶摇。千万不要离开。将军，咱们就这么走了，好歹也跟他们说一声。说了他们就会跟来，不能再让他们陪我们赌命了。本来就是我一个人的事，不能牵连那么多人。战北野，你们怎么跟来了？哦，那水啊，那么找水，都让我喝了。哦，啊，别以为我们看不出来，你们是想丢下我们。我那是嫌你们累赘。
弟兄们累，没必要让他们再服侍我。哎呦，瞧瞧这鱼骨头啃得干净利落，寸肉不留，杀气腾腾的，是好牙法。这个就当成我们的定情信物。战将军，你这个剑看起来……别碰！给。这把剑，剑柄上雕的是苍龙在野的图腾。这血晶石双目，是无上尊贵的剑神之目。我们天煞有个传说，剑神化身为龙，降我战士皇裔，所以我们每个天煞皇族子弟都有属于自己不容任何人触碰的剑神之目，中指指符按这儿，便永无人可以代替。也许将来有一天我……鱼烤好了吧？啊，对啊，对，吃鱼吧。好，吃鱼。小七和季雨呢？他们人呢？我去找他们。留下！等等，都别去。现在雾气这么大，都留在这儿，等雾散了再去找他们。将军，你看。李红，战壁，战壁，别过来！这周围地表松软。根本就不知道这儿有多深。战壁，别乱动，兄弟，坚持住。先救他，我撑得住。将军，有您这句话，我护此生无憾。是啊，你要干什么？还做您的兵。王虎！我命令你给我出来！王虎！王虎！我命令你给我出来啊！你出来啊！坚持住，战北野！不，
下你的，我一定要救你上来。扶摇，快走！是食人蚁，扶摇，快走！我不会抛下你的，不行！表姐，将军，都别过来！扶摇，带他们走，记住，一定要把他们安全的带出这个林子。不行，快走！我不能放下你，战将军，快走！不要！战边，你干什么？这把剑交给你。先镇住，战将军！从此以后，除了我，就只有你可以触碰这最为神圣的剑神之木，也包括我的一切。将军！一定还有其他办法的。食蚁，食蚁是血。还有其他办法的。季将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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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干什么？季将军，季云，你干什么，季云？季将军，不要！季云！呀！季云！表姐，西将军我来照顾，你去看看战将军吧。你是这个队伍的主心骨。你一定要好好活着，才能为他们迎来更大的生机。是我害了他们，才走到这儿，就搭上这么多弟兄。你别忘了，你还要去救静太妃。还要为你的那些旧部讨回公道，你不能让这么多兄弟白白送了性命。战北野，你得答应我，你得给我坚持下去。我答应你，扶摇，我一定会带你们走出这片林子。但
那你也要答应我，好好的活着。我答应你。这一路上，你一直都在用性命去赌，但不管怎么样，也得要对得起这身血肉之躯。就算无忌在天有灵，也不会愿意看到你这样不珍惜自己。我不信，无忌没死。生死之事，根本由不得我们自己的意愿。除非我亲眼看到，不然我绝不相信无忌死了。你在这好好休息吧，我去帮你弄点水来。扶摇，扶摇，无忌，无忌。真的是你？是我，是我。你没死，你没死。我怎么会死？我一直在等你。可是你到底去了哪儿？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呢？我不能死啊，所以藏在这里。我不知道等了你多少夜，多少日，等了好久好久，生怕你忘了我。我怎么可能忘了你？我怎么可能忘了你？现在好了，你就在这里，我所有的煎熬和等待都值得。我们永远也不分开了。既然你在这儿，我们赶快去告诉大家，我们去找战北野还有小七，告诉他们，无忌，请原谅我的自私，我等了你好久，你终于出现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我不想管旁人，不想管世事，我只要你。什么武州，什么天下，我都不要了。我只要像现在这样抱着你，生生世世，永永远远跟你在一起就好。可是我们不能让他们困在那里。不，他们不重要，你我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你怎么了？你不是无忌，
我是吴京，我是你的吴京。你不是吴京，你不是吴京，你不是吴京。吴京，吴京不可能不顾朋友，吴京不可能不顾别人的死活，吴京更不可能放弃他的武州。扶摇，是我，吴京。吴京他已经死了。小心扶摇！战北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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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战北野，战北野。玉儿，此地不宜久留，快跟我走。不，拿着，这个是皇城的坤吉令牌，只要拿着它，在5州之内就不会有人拦住你的去路。这是何意啊？快收好它！不是说好一起走吗？来不及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呀？我让你走，离开天权，他不会放过你的。难道是他等不及了？抓刺客！我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要走一起走。你们都睁大眼睛看看，这里哪有刺客？这是德王，还不住手！皇后恕罪，小的是奉命行事，得罪了。凭你的身手，现在走还来得及。一会儿如果他来了，你就是想走也走不了了。我已经错过一次，这次无论如何，我不能再犯错误了。都住手！否则我就死在你们面前。皇后，把剑放下！你别过来！我告诉你，只要他长孙九还顾及颜面，我就还是这天权至高无上的皇后。倒是你，再不走，你就无论如何也逃不过一死了。我就是死，我也愿意一试。死多容易，一抹脖子的事。可我等了这么多年，我不是图这一时之快，我要看着你德王大军杀进皇城，光明正大的把我从这牢笼中解救出去。也唯有这样，才能解开你我的心头之恨。玉儿，你走，你快走，快走啊！好，你等我。快追！好一个情真意切呀！动手吧，是杀是剐，悉听尊便。你是何等尊贵的身份，皇后？即便是死，也必须得体面。你刚刚明明可以杀了他，可你为什么要放他走？因为好戏刚刚开始。
殿下，殿下果真料事如神。您刚走不久，烈王就带着那个贼女子杀来，刚好遇上了天煞之间的围剿。接报说，他们已经被赶进了长汉山的密林深处。哦，密林险象丛生，他们必死无疑。那真是再好不过了。如今天煞王已经表明立场，愿意挑头恭迎殿下登上太子宝座。您看不顺眼的那些刺客，也活不长久了。这加冕太子之礼指日可待，殿下又何必这般忧心啊？这皇储的位置搭了我一生的性命，又怎会像你说的这么容易？走，咱们去会会那个战南城。驾！丫头，丫头，丫头，无忌。丫头，无忌，怎么了？你是那个假的，你是假的，你是假的，是我，你是假的，是我，假的，是我，无极，假的，是我，无极，是我，是我。你是无极，是我，你是无极，是我。步步翻云覆雨厮守，求若不得，执念悬心。回来了。眉头紧锁，回来了。说来所求为缘。你真的是无极，我真的是。我还以为你死了，你不会回来。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没事了，别怕。没事了。我没事了。我没想到我会遭到长孙平荣暗算，我也没想到会害你险些战死瑶城，我更没想到你为了替我报仇，竟然跑了长汉山一趟。对不起，对不起，这段日子我心急如焚，我恨我自己，恨我自己没能陪在你的身边。你能活着就好了，真的。这些日子你到底去哪儿了？啊，他们，没事了，没事了。他们都说你死了，我还看到了你的尸体。这些都在我的意料之外。我在戈雅沙漠遇上了长孙平荣的伏兵，他料定我走不出那片死亡之地。